1987年2月初9，巴汉在为导向自由者开记者会。这在为导向自由的巴汉人伫警卫的护送进入南韩金宝机场。南韩外交部嘛随开记者会，导向自由的代表金满铁先生接受记者的访问。金满铁说，他重新回到韩国，内心实在太激动。他表示，如果没有几个有关国家全力的协助，他不可能这么快就回到韩国。1999年2月初9，台湾政府原本算称还9位中国劫机犯，其中4位因为涉嫌预谋劫机，而且摕铁器画上当时海基会副秘书长詹志宏的红棍，放留伫金门调查。剩的5位是伫两化人员完成清点交接手续了后，予中国接转去。陆委会主委苏琪表示，已向高层报告此事，高层对于我方分次遣返依法处理方式表示支持。